今天吃照烧鸡腿。把去骨的鸡腿肉用料酒、黑胡椒粉腌制一下，锅里放一点油，然后下入鸡皮朝下的鸡肉，煎到鱼面金黄以后翻面，加入由酱油、料酒、白糖、清水组成的照烧汁，盖盖焖煮10分钟。汤汁收干之前，开大火翻炒几下，让酱汁均匀地裹在鸡肉上。出锅前可以再淋1圈蜂蜜水，我家里没有蜂蜜了，所以就没加。这个照烧鸡腿就做好了。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另一个菜，不然米饭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来做个辣炒包菜吧。热锅冷油，放入蒜片和小米椒爆香，然后倒入切好的包菜丝，翻炒至断生后调味，只需要1勺韩式辣酱就可以了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加了。继续翻炒，直到包菜熟透就可以出锅了。